做树下文学优秀做剧本嘅李志祥导演，佢係台灣真特殊嘅導演，因為佢有真好嘅文學嘅基礎，所以佢個作品就看到真多台灣嘅文學嘅奇妙嘅地度。佢底下嘅電視台拍過一出非常重要嘅文學作品，很多新燈花開，也文學嘅天是得到嘅不少嘅觀眾嘅肯定。今日老李志祥導演來開講，講佢出戲嘅過程。那边有新电发，好多清香哦。也是卡奖中的呢，可以是个世界湾呢，小小条的啦。你看，也还按太条嘞。因为《心灵花开》它基本上原先是方子老师的一个长篇小说，那它其实本来着重的是以出妹这个家族，它展现的女性家族的移民史。我们后来当然做了一些改编，我想要谈那个3代女性去在这样一个新旧的时代里面去追求女性的独立自主、追求幸福的道路。七狗会照顾七狗。我也不好，我办法，对付卡夫斯阿梅，很不阿梅炒饭，这样没原谅。我才会付唔到嘅。本来小说的内涵上面是很女性、很阴柔的，应该去加入一些原本没有的属于男性的，然后属于国家大历史的东西。那刚好这2条路线是并行的，一条是女性如何去追求她独立自主的幸福之路，一条是台湾这个社会的演变，它如何大家一步一步的去争取到现在这样一个民主的样态。よく見るのだぞ。ありません。お前も見てみろ。知ってるのか？いいえ、私は知りません。お前、先ほど写真を見たとき、顔が変わったろ。本当のことを言え。女性がいるとは驚いて。七個的幸福，係七個追求，在每年會脱離吃住。主要是这3个世代的女性嘛，所以洪启阳这个角色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因为当初剧本的设计，它在整个故事上面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大合剧的概念，它有很多历史节点的跳跃，需要透过 OS 角色主述者的 OS 来带动，它需要有一个女性的温柔的叙事者，然后来推动这个故事。應該係卡獎。阿婆，我原諒佢啦，我了解佢嘅心情。
我第一眼就选到洪启阳，是因为我觉得他第一个是很道地的客家人，然后客家话非常的熟练道地，而且他的声线非常特别，就是很适合当做一个叙事者。我这个看到佢係10年後了10年，阿姨，你等佢等了10年，真勁，等了19啊。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初妹这个角色，是由朱子颖来饰演。我大哥啊，你看一下，有诶，很做的，做的哦。家就安排1禮拜看診了，你冇痕啊？咁唔係是要限啊？你唔想去？从18岁演到60几岁。另外一个是她需要，因为她的经历非常的复杂，也跟台湾的各种族群相遇，所以她基本上是一个客家女性，但是她必须要会讲国语，会讲台语，会讲日语，然后会讲原住民的阿美族语，因为他们搬到花莲去，所以就要同时要会讲5种语言，并且经历从少女时代到老年，所以在演员的挑战上面非常大，甚至他基本上这整部戏都是由初妹这个角色撑起来。我想爱再去花莲港。花莲港，當然呢，我去做乜咯？連生做少年甚至愛冇老公啊，我一陣太妹嘅，很盡嚟師妹夾翻。说实在，刚接演的时候，我也很忐忑，因为一句客语都听不懂。我都跟演员一起做功课，然后一句客语都听不懂，就是看演员在那边背啊，在那边学客语。那我同时也是在一旁听着去熟悉那个声调。拍了大概1个月左右吧，我就突然听懂了。我原来其实对自己有一个设定，就是好，我现在每次看 monitor 的时候，我就把它当做它是一个外国片，很可能是俄语发音、法语发音，反正我都听不懂。但是如果他在戏跟镜头上演员的情感跟动作，他是可以打动我的，那我觉得其实拿到别的国家同样也可以打动他们。阿妹，时间差不多嘞。怎么？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外国的观众，然后纯粹从戏啊跟影像的角度去看这些人的互动。但我知道他们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过这一关，其实应该就可以过所有人的关。心丁花开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精神要谈的，就是用心丁花这个概念来做，好像家族的开枝散叶，其实某一部分也是引述了像这样的精神，就是一起面对磨难，然后变成了家人，然后即使可能有一些不是相同的血缘，但是他慢慢开枝散叶去，然后传递了那一个就是原始的客家的传统的精神，像《诗经》这样子，因为方子老师对植物非常有研究，然后他用节气植物为主，然后去讲他们这一个家族移民到花莲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心里面很细致的感受。